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2月初8，诗篇139篇14节安尼讲：我要感谢你，因为我受造奇妙通惊。你的所做奇妙，这是我的心深知的。三甲来祈祷，所做奇妙通惊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监察阮、捌阮，对阮的一举一动，拢清清楚楚的上帝。你对远远就知影阮的心思意念，阮袂做的代志，你拢知。阮还要开嘴，你就已经知阮要讲啥物。因为阮伫老母的腹肚内，你就已经庇佑阮。因为你为阮所安排的日子，早就拢记伫你的册。主啊，阮的一生是你想事，阮的性命拢在伫你。主啊，你看阮做宝贝，你也疼阮到安尼。主啊，阮要感谢你，因为阮受造奇妙通惊。你的所做奇妙，是阮所深知的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感谢主，因为伊创造咱是奇妙通惊，这是咱所深知的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